行政長官何厚鏵喺08年施政報告中提到，政府將會喺08同09年重點研究博彩業發展模式等嘅專題，全方位加強對博彩業嘅管理。同時，政府決定喺明年加大文化產業嘅培育同推動工作，並以市場為發展出路。何厚鏵喺08年施政報告中指出，旅遊業要保持發展勢頭，必須強調保持同提升服務質素。政府將會聯同業界優化整合澳門嘅旅遊資源，更新市場推廣策略，提升旅遊管理水平。佢提到，本澳嘅博彩業正面對亞洲其他地區博彩業快速崛起帶嚟嘅挑戰，本澳博彩管理經驗有待進一步積累。政府將會喺08、09年重點深入研究博彩業發展模式等嘅專題，並加快健全法律法規，完善監管制度。特區政府將會喺明後2年舉行持續嘅深化嘅檢討同埋研究，尤其係着重喺博彩業嘅發展模式、博彩從業員嘅認證制度等專題，加緊開展深入研究。同時，政府將會全面加大對博彩業嘅管理力度，對所有博彩企業加強各方面嘅要求。而本澳嘅會展業亦都呈現出較大嘅發展潛力，政府同業界將會繼續努力，將會展業真正發展成為澳門另一個經濟增長點。政府將會完善統籌機制，提供更加到位嘅服務同支援。同時，政府決定喺明年加大對文化產業嘅培育同推動，利用望德堂區作為其中一個產業嘅孵化試點。我哋首先係要做好澳門文化產業嘅發展戰略研究，致力咁培養產業發展所需要嘅人才，並研究制定適當嘅扶持措施。文化產業嘅發展係應處理好政府同民間嘅分工，充分咁發揮本澳嘅優勢，吸納內地優秀嘅元素，並以市場為發展嘅出路。喺中小企輔助政策方面，政府將會做好人力資源嘅培訓同轉介，提升外地僱員申請同審批嘅效率，研究制定稅務鼓勵同利息補貼制度，進一步增強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嘅功能，協助企業開發同推廣澳門品牌產品，拓展內地同海外市場。而特區政府總結咗幾年嚟區域合作經驗之後指出，區域合作已經由經貿領域擴展到全方位嘅合作，未來會繼續深化區域合作，形成多贏嘅局面。